小故事会启发咱的内心啊，对无？比如讲有你敢会记得有一年吼，伫个台北迄个所在吼，迄平地有落雪，你捌看过？迄真正迄伫迄个平地啊，你凊山就落雪咧，头一遍看着吼。迄云落的所在叫做印度，印度的所在嘛有较北方的所在，伊嘛有一年共款吼，遮热遮寒。你知影咱出家人吼做三衣啥物？一半，就是你袂当有伤济家己的物件吼。啊，你迄年特别的寒，但是要过迄个寒冬，即个佛祖吼，就注意讲所有的修行人，BQ，会当出去外口化的布品，会当来度过即个寒冬。伫个即个所在，即个时阵吼，拄啊好，佛祖。有一对夫妇吼，伊是非常的善情。人讲家徒四壁，你知影啥物叫家徒四壁？真正有够有福过，对无？迄过生活有一顿无一顿。伊知影讲我过去无布施，即阵佛祖自世来甲咱即个所在化缘，想办法来甲伊加下者，对毋对？安尼有理无？哦。伊做一个动作，注意吼，伊困倒，你捌去扫土骹？伊摕扫帚去扫，你知影伊要扫啥物？啊？扫啥物？扫树啊！有遐济通要扫。伊去扫看壁甲有迄落金，敢若铜线啊吼，你壁甲遐，啊扫一个出来，感觉有做假的无？哦。你扫土骹捌去捡着迄个铜板无？啊，足正。啊，代表你兜是啥？是足好。你知伊去扫路啊扫无？扫。真正有家徒四壁，但是佛祖都惊来啊！伊拄啊好有一领衫，寒天的时阵，也是较寒，暗时的时阵，因论两个人仔某同齐做玫瑰的糕。啊，若出去哦，就先洗先穿，出去办代志，转来换太太要出去，换太太出去了，穿咧出去办代志再转来。因兜所有上价值我去找迄领衫，迄领衫看到佛祖啦。知影甲记记好，迄领衫是不着光有100布顶啊，不着100好，哦，即领衫叫做白布，安尼记好，双脚啊做顶顶，伊嘛会感觉有做假，有做看到伊的诚心，双手甲摊咧，足诚伊甲接，交互伊的地址，然后甲伊开示讲，恁有即对夫妇，未来100岁以后。往生多利天，成为天人，安尼有好无？哦，这个法师，未来你阁有囝，啊无囝咧，讲未来你有囝，你的囝不但你的囝会足好、足有才能，恁囝会大发展啊！这个法师咧，这对夫妇欢喜，上到欢喜，并且咱有做假，有假当无？足假。这个时阵吼，发挥完了，佛祖伊个咱讲出的这个发挥秘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有的 BQ 你拢甲招起来，伊讲咱即厝发现了成功，有啊，家拢穿咧新衫吼，做甲安尼甜甜甜吼，哦，大家拢穿新衫有够欢喜，你过年穿新衫有欢喜，做到即个成绩，你知？伊讲吼，咱即厝发现成功是干那只水衫，咱有发现着一领布衣啊，即领布衣叫做白布衣。若无修行的人来穿，食到120岁，善终无病善终，这领衫有好。这个什么衫？一个修道的人若穿着这领衫吼，上少会当证着阿罗汉的初果。哦，有这种衫咧，爱去找无？啥人去得着安尼？去找哦，做不到，太严厉，出去找不到，找无。讲一定有你的详细做，你知影所有仓库内底布面拢甲搬出来，我剩一领，你壁仔底无人来。啊，听像讲有错是一领，讲对是一领叫做白布，足久无洗。虽然是布衣，要则臭啊，对无？爱甲摕来去洗无？地主有清洗不做，啊，安尼即领衫变遮好啊，来甲洗又清起来，有全部好，你家己洗。你若去洗迄个溪仔就无啊，伊咧洗的时阵，哪洗迄个水？